台北的龙山寺推出着缩小版的庙门高瓦顶的吸石啊，细细解啊，真可爱，阁会发光。现货已经全部卖了咯，但是有不少的业者将这个原价180块的吸石啊铺上网，是翻3、4倍来卖，阁有人用来诈骗。龙山寺讲已经请工厂来赶工，后个月中旬就会开始搁卖，提醒民众卖买来路不明的商品。两支手合掌拜拜，过年要到啊！真侪民众都会来到庙里，祈求未来日子平安顺心。台北艋舺龙山寺吸引游客朝圣，现在还推出文创小物，将庙门口的2个大灯笼1比1缩小，做成文创小物，不过却被不肖业者翻倍贩售。标题上已经绝版，原来这网价龙山寺吸石花造型除了圆圆真古锥，佫有发光金细细，不过黄牛卖介绍，竟然是原价4倍。菩萨是在心中，其实有这也没关系啦，有没有关系，对，所以就不会去买。不会耶，不会特别买的。还是会以在这边买为主吧，对啊，感觉会比较。应该比较不会买到山寨版。这个实际的这个灯笼来做个对比，前面1比1大小。古锥吸石啊，向民众来买，展演会已经全部卖完，不过网络真侪黄牛，个人翕高顶吸石啊影片，叫诈骗集团摕去偷抢，庙司就提醒民众唔通去人讲骗呐。我们希望民众不要上当受骗，因此我们紧急请厂商在过年前，紧急加工出货，我们预计可以在2月中到货。龙山寺推出古锥的佚佗纪念品，唔能当看水，袂当推广传统的宗教文化，甚物教叫黄牛摕去插官介绍，安尼祈求平安的意思就减至微呀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